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0月初7。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49、19、56节。申命记第6章第10节到25节。约翰福音第11章45节到57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教主的命令。教主的命令，或者是咱讲遵守上帝的诫命。伫旧约来讲，咱讲这就是摩西的诫命、犹太的遮的法律甲规定。基本上含犹太的律比，就拢无可能完全来遵守做到这个律法的规定。那安尼，如果咱用这个标准来看，照犹太的讲法，爱100%守的人，才会当入天国得救恩的时阵，那安尼可能就无法度有人进入伫天国，也是得到救恩。其实得到救恩，毋是靠着这个咱的行为啦吼。咱靠着信心，还是讲心内相信、嘴承认即种会得救。所以有人讲，安尼咱啥物都拢免做啊。其实毋是安尼啦吼。当然，咱咧讲得救是真简单，心内相信、嘴承认就会当得救。但是伫基督徒领受即个救恩了后，咱反倒转爱搁较积极去思考上帝爱咱所遵守伊的命令是啥物货，然后去实践。到底信仰原则是啥物货？今仔日牧师收到一个朋友的留话啦吼，因为伫最近有一寡台湾的政治顶悬的问题，有一个组织叫做大教会。召开即个记者会，伊咧评论迄个咱有一个退休的陆军前的总司令，发表伤害台湾的言论，伊一个月阁领18万的退休金吼。当即个消息传出去的时阵，即个朋友就讲，伊感觉吼，教会应该只有管教会的事。迄个意思就是讲，教会不应该管政治啦吼。其实即句话事实上有足侪问题啦吼，虽然短短一句话吼。咱首先要问啦吼，讲教会应该只有管教会的事，后壁伊要讲伤袂当管政治的时阵，牧师想要问啦吼，即个人伊敢将来毋捌投过票选假鬼？如果伊真正是拢毋捌投过票，毋捌去选举过，那安尼检测伊有立场通讲即句话，但是无一定对吼。那如果无的时阵，伊想要用即种大个帽仔甲人卡掉的，禁止人发表意见，这不但违反咱咧讲民主原则，信仰顶悬也有侪的问题。第一个，咱要先思考的是讲，啥物是教会啦吼？其实教会甲政治同款，拢是咧关心正人的事的一个组织。初代教会阁管到食饭的问题，连食饭连呼吸拢甲政治有关系，其实甲教会嘛有关系。第二，如果教会只有会当管教会，这是基督徒的使命的时阵，那安尼牧师要爱来互大家思考一项代志：当耶稣基督咧传福音的时阵，迄个时阵敢有教会？教会还未受建立，咱会通看见，就是讲耶稣伊咧关心的毋是教会内底的事，毋是门关起来管教会的事。耶稣基督伊所咧关心的是社会无公义的代志，这通常甲政治拢有关系。第三，既然伊所讲的毋是圣经的教导，安尼要求别人教会会当管教会呢？这个人就是假信仰、假上帝的名义来逼
逼迫，也是讲来要求这个教会袂当为着公义来发声，这个真严重的问题吼。第四项就是讲，即种的讲法基本上是讲白贼啦，就是讲，因为你若照基础来看，就是讲你所讲的甲伊的政治立场无共款啦，所以无爱你出声啦吼。所以伊毋是用真心地讲话，伊用欺骗的方式，毋是真正要来遵守上帝的旨意，无有迄种要遵守上帝的诫命的心啦吼。最后，牧师要甲咱讲，伫台湾迄个组织叫做台教会，根本毋是教会组织啦。即个台教会是叫做台湾教授协会。咱是毋是亲像即个人共款？这时阵，咱急要发表家己的意见，用咱的立场，却无去清楚思考咱所要讲的到底是正确啊无正确。其实牧师毋是要来特别批评即个讲话即个人，但是伊却提供咱真侪真好的反省甲思考。咱时常嘛会犯即种的错误，咱亲像法利赛人，今仔日经文共款，祭司共款，因对无共款的意见、无共款的做法的人，特别是今仔日经文讲到基督，因反对伊、排斥伊，佮想办法要阻挡人来相信、来跟对伊、来接受即个正确的信仰，甚至无法度时，佮想要甲杀害。牧师回应迄个朋友安尼讲，教会应该有搁较积极的作为对这个代志的发展，并且有发表看法甲反省。因为无一项代志，甚至连呼吸，都拢甲政治有关系。当教会只有管教会的代志的时阵，就会产生亲像中国的政府逼迫，中国的教会去互政治消灭去安尼啦吼。当教会对政治无感的时阵，咱真自私只有管家己的时阵，咱知影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前，迄个纳粹就是安尼来产生的。当教会对社会政治冷感的时阵，就会产生亲像南非迄种种族隔离的政策。真正照主的命令去行的信仰团体，是绝对爱对社会政治有敏感度。有反省的能力，并且爱徛伫上帝的角度，有迄个执行力的教会。咱领袖搬过这个恩典，绝对毋是门关起来，坐伫遐咧等恩典尔。咱若倒转来看《申命记》咧讲领袖这个恩典的救恩，必须爱付出行动。因的行动是啥？摊羊羔、抹羊血，佮邀请厝边遮个。咱讲善车无够的人吼，来做伙来领受救恩。因爱佮实践主的命令，就是摩西交代因的做代志，伊拢照做，然后伫遐听候迄个救恩。遵守10条诫，照主的命令去行，是咱领受救恩、得到永远活的性命唯一的方法。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的10月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49到56节，申命记第6章的10到25节，约翰福音第11章45到57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遵照主的命令。照主的命令，或是我们说遵守上帝的诫命，在旧约我们说这个就是摩西的诫命，犹太的律法。但是基本上连犹太的众拉比们都不可能完全的做到或是遵守。那么如果我们要根据犹太教的说法，要100%遵行的人才能进天国得救恩的时候，那可能就没有人可以得到了。因此保罗才会说，律法叫人死。那我们必须领受基督的救恩，才能得到永恒的生命，才能得救。那
可能就有一些人说，哦，这个靠着救恩就是心里相信啊，口里承认啊，所以我们就怎么样，什么都不用做了。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哦，反倒我们这些得救的基督徒要更用这种更积极的思想去看上帝要我们如何来遵守他的命令，然后去实践。信仰的原则到底是什么？既然不是逐条去遵守，是一个原则的时候，今天牧师收到一个人的留言他表示他对最近台湾的政治有一些看法，然后他看到有一个组织叫做台教会召开了记者会来评论台湾有一位呢退休的前陆军总司令，他发表了对台湾有伤害的言论。那这个朋友看到这则新闻呢，他就说，我觉得教会应该只管教会的事。很短的一句话，后面有一句话他没说，意思就是说教会不应该管政治。OK， 这句话其实是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先问一个发表这样言论的人，他真的是否真的从来没有去投过票，选过这个候选人？如果他真的是这样子的时候，也许他有立场说这样的话，但不一定是对的。那大部分的情况是因为他不认同你讲政治的立场，因为跟他不一样，所以他就用这样的帽子来扣在别人的身上，禁止别人发表意见。这样不但是违反民主的一个原则，在信仰上面其实有许多的误谬哈。在下面我们要来讨论一下了。第一个，我们先思考什么是教会哈。教会呢，其实跟政治一样的概念，是在关心众人的事的一个组织。初代教会还管到吃饭的问题那现在呢，在教会里面可能要管呼吸的问题，要戴口罩那这些东西也都跟政治有关系，因为政府有规定你。OK， 第二个，如果教会只能管教会，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使命的话，那牧师要请我们来思考一件事情：当耶稣基督开始传福音的时候，记得那个时候还没有教会可以管。对不对？耶稣所关心的是社会上的公义，那通常是跟政治有关系。所以这件事情在这样的角度来看也不成立的啦哈。那第三个呢，既然这个不是圣经的原则的时候，不是圣经的教导的时候，那么这些要求别人说教会只能管教会的这样的说法，基本上是假借信仰，假借上帝的名义来迫使其他的人、其他的教会、其他的基督徒不可以为公义发声，因为你的立场跟他不一样。第四个，这样的说法其实基本上是说谎。为什么？因为连他自己都管政治了，连他自己都投票了，他却要求不同立场的人呢晋升，然后还说堂皇富丽的教会不应该管政治那么到头来，他其实只有欺骗自己而已啦，他并不是真心要遵守上帝的诫命跟旨意。第五个，最后呢，牧师想要说的，这个台教会听起来像教会，但是它事实上是台湾教授协会。所以我们要想的是说，我们常常急于发表意见，却没有仔细的思想、清楚的思考，我们在讲这个话对不对，或是有没有真的符合信仰的原则。牧师这样
说并不是特别要批评这位说话的人，但是他却给我们了非常好的反省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常常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就如同法利赛人跟祭司一样，我们对于不同意见的人、不同做法的人，特别我们在圣经里面、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他们对基督呢，他不但排斥，也更想办法要去阻绝那一些相信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甚至他们想要杀害耶稣基督。牧师回应那一位朋友说，教会应该有更积极的作为，对于这样的事情发表看法跟反省，因为没有一件事情，甚至连呼吸都跟政治有关系。当教会只管教会的时候，就会如同中国的教会就被政治毁灭了。当教会对政治无感的时候，自私的只有门关起来管自己的时候，纳粹就这样诞生了。当教会对社会跟政治跟公益能感的时候，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就屹立不摇了。真正的照主的命令去行的信仰团体，是要对社会、政治、对公益有所敏感度，有反省的能力，更要有执行力的一个教会才行。领受逾越节的恩典，绝非门关起来，坐在那边等恩典降临。No， 不是这样子。领受逾越节的救恩，必须是要付出行动。付出什么行动？他们杀羊羔、抹羊血，邀请周围邻居需要的人一起来享受这个救恩。他们实践主的命令，那个主的命令就是上帝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要遵守的一切事情，然后他们才等候救恩。遵守十诫，照主的命令去行，是我们领受恩典、得到永活的生命唯一的方法。